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30，诗篇94篇19节安尼讲：我心内有真济忧闷挂虑，你的安慰，互我心情快乐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忧闷挂虑变成心情快乐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！求你起来帮助阮，带念你的慈爱，救赎阮。主啊！若是阮要唱歌学落你的快乐，早起时要大声学落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捌做阮的关台，伫患难的日，做阮躲闪的所在。主啊！你是阮应该学落的，你袂捌推辞阮的祈祷。主啊！求你应阮，求你听阮求救的声，因为你的慈爱是好。求你照你慈悲的风声，活过来看阮。主啊！阮心内有真济忧闷挂虑，总是你的安慰，互阮心情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